师傅，帮我一下。哎呦，兄弟，你这个什么情况？哎呀，为了让一个车就成这样了。哦，好了，你这个，麻烦你帮我拉一下呗。稍等一下啊。啊。哎呦，这兄弟，哇，不要掉下去了！你是扶着干嘛？我帮他掉了。没事，你放开，放开吧，放开没事吗？放开没事。你看有没事？哎呦，哎呀，这个麻烦你用你的车帮我拉一下喽。兄弟，用车拉不行的，不过我可以帮你抬起来，然后你往前开就行了。这车这么重，你抬得动吗？可以的，没事的。这样子，你上车去，抱住前进档啊。好，可以。准备好了没有？好了，来，1、2、3，前进档，前进档。